黑糖发糕、年糕，两个最传统的台湾的过年的甜点。现在我会做，不过我还不知道怎么吃。过年的时候，台湾人用这两个甜点为了拜拜，所以他们会放了很久，结果会变硬的。所以怎么吃？等一下，我给大家看。黑糖发糕切片变这样子，年糕切片变这样子。现在我要做面糊，这个面糊啊，搅拌这样子差不多了。然后啊，我打算啊，在这里面只有糖跟盐。可是啊，我打算加一点那个酱油膏，因为啊，这个炸起来啊，希望它有点颜色，不要白白的，是一点点酱油膏，然后多一点味道，比较好吃，不然太甜了。因为所以这个颜色现在稍微比较深。开始炸年糕，这个是最传统的方法。我们继续来炸发糕，一样的方法，然后炸发糕。炸发糕啊，其实比炸年糕容易，因为发糕啊，它不会融化。炸年糕。炸发糕，传统的方法。好啦，试试看，最传统的。这个是发糕，这个是年糕。是。发糕，年糕。是。OK， 开始吃年糕。这样子，应该是。哦，现在去看看那个发糕。炸的发糕。口感不一样。看一下里面。是 ，OK。哇，这边很多发糕。
È come una frittella, no? 现在呀，我们来做第二种方法。传统的方法啊，用炸的，对不对？可是总而言之，它还是只有糖，然后最多加一个鸡蛋，所以还是会吃腻咯。所以很多人他会因为这个太甜了，所以会想就吃一点咸咸的。发糕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吃法，它就是把它煎一煎直接吃了，因为发糕就是炸的煎的，就是这样。可是年糕的话，我们就是煎一煎年糕，然后我们会加这个酸菜，所以就是年糕，然后就是夹着酸菜一起吃，所以比较不会那么甜，不会那么腻，因为这个酸咸咸甜甜辣辣 ，OK， 所以比较好吃。现在我们把这个这是发糕，就是下去煎而已。这个是年糕，年糕。煎好了，都已经肿起来了，煎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拿出来。这个啊，其实你可以，我打算做一个懒惰的方法，这样子就好。怎么吃？你就用刀子切着吃就好了。Proviamo, dai.现在来做那个西方的吃法。西方对，我们的方法吗？不知道，随便的方法，就是要把年糕吃掉的方法。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是酥皮。酥皮。所以就这样子随便切就好了。这样子。然后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洋葱炒肉末。洋葱炒肉末。我的年糕。然后我再放一片cheese，我觉得比较好吃。这样子吗？是。然后把它盖起来。非常喜欢。拿起来。先做一个咸的，然后等一下再做甜的。现在我们来做甜的吧。是。这样的方法。甜的是香蕉。翻倍，给我翻倍。哎，专业的。一个甜的，一个咸的。
对，然后我把它放一点点芝麻。芝麻，是，所以这个芝麻的一点哦。随便这么做。放进去烤吧。好了。Eccoli qua. 黑糖发糕、年糕、编程这些东西。Questo è煎的发糕，是，发糕没有太多的吃法，就煎的跟炸的。这里呢是， ，provo。哦，好看的，脆脆的。这对的。Ok, 这个是 questo ci vuole la forchetta. 煎的年糕。里面有一个内馅，对不对？Così. Sì. Lo magno. È buono perché nei film很香 ，front side，pesante però。 是pesante，是。Cioè, proviamo il gassienda calda. 看一下， Buono. Il gattienda. Il che settiembre ho 香蕉里面。香蕉。No? Non può. 所以你最喜欢？ Beh, c'ho una fava, che fava se ma uccide la frittella. Però questo qua cauda, quelli azienda ok, 要内馅不错，可是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这个吧。是西方的人。Sì, devo dire是。是，那因为那个西方就是酥皮呢， Ah, 所以比较香。 alla sfoglia, 是啊，pasta sfoglia。 è buono. Ora, 喂，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吃是，发糕跟年糕，对，不但我们会做，我们也会吃，最重要。是。Buon appetito。你不要这么讲。